我真的病了，不信你摸。站那儿念就行。啊，劳动互利协议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房主谭少宇和劳动者梅兰妮达成一致，在梅兰妮没有正式找到工作资历之前，居住在房主家。梅兰妮必须为谭少宇提供劳动，包括做饭、洗衣服、熨衣服等家政服务。可是谭少宇也必须保证，不能以任何无理理由驱逐梅兰妮离家。工资嘛，就5分了。5分呢？嗯。梅小姐，请你从这儿搬出去吧。啊，行，64。37呀！啊，19。哎，哦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那个3餐总得包吧？就是一个黄世恩。喂，喂，是梅兰妮小姐吗？对，请问你是？我们是阳光求职，您不是在我们这里报名兼职模特了吗？哦，对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有一个客户想请您拍广告宣传片，您明天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有时间。要不你把地址发给我？好的。还有就是，有多少钱呢？才1天1500。怎么才1500呀？那你还干不干？哦，行，1500行，1500就1500吧。拜拜。行，来。哎，你干嘛神出鬼没的，吓死人了！偷听我打电话呀？找着工作了？给一公司拍广告，才1500，没多少钱。你还挑肥拣瘦的，钱这种东西一点点赚。哦，对了，小心点儿，像你这么天真，容易被骗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凤凰落架不如鸡呢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人都快累散架了。你就不会偷懒吗？怎么偷懒啊？他就是个怪咖。装病呗。
进来了啊。看看几点了？早饭不做，碗也不刷，违背协议是吧？不是我病了，不舒服。你真是有当女骗子的资质，不当有点可惜了吧？我真的病了，不信你摸。行了，生病了什么都不要做，好好休养。我上班。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但是我真病了。哎呀，我不但洗了冷水澡，我还吹了1个小时的空调。感情儿，你还真跑过来了呀？这不是负荆请罪吗？来来，喝吧。自己做的，挺不错呀。想多了，买的啊。哎，真发烧了，量体温了吗？多少度啊？38度2。我说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？我让你装病，谁让你真去洗那凉水澡吹那空调去了？会不会演戏呀？哎呀，这不是想演的像点儿吗？你别说了，不舒服。哎，我说一笑话，你就当真了，以后我还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啊！您别大好，一生病，我倒有负罪感了，大老远给你送粥来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我怎么还成故意的了？怎么着？故意的就为了骗你这碗粥啊？我觉得你干得出来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咱不聊这个啊，赶紧把粥吃了，把病养好了，才能斗争到底啊！你这个是来探望病号呢，还是来挑事儿的呀？哎，喝粥喝粥。哎，这别墅以前真是你们家的。好，行行行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咋了？这是又摔了？医生说没事，不需要整容。哎，帮我把外面那装备给我拿进来。啊，真香！哎，对了，那你奶奶打电话来了，让你别走，一会儿过来找你。啊啊。小姑娘，干嘛呢？我就是喜欢这个铃铛，但是我没有，这不是我拿的，给你。哎，你们家大人呢？待会儿就来找我了。叔叔，你是不是坏人啊？叫哥哥啊。哦，那哥哥，你是不是坏人啊？哎，我为什么是坏人？我跟你说啊，小女孩啊，一个人别往外瞎跑，必须得有大人跟着，要没人大人跟着的话，坏人就把你抓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把你抓走了，不给你饭吃，我跟你说。
你看你哭什么呀？那个咱不哭行不行啊？哎，别哭！哎，别哭！来，玲儿送你了好不好？不哭啊！别哭了好不好？啊，别哭了！干嘛呢？依恋，快过来！哎，不是小孩，这怎么说呢？谁是坏人呀？干嘛呀你啊？你干嘛呀你？你个大男人欺负小孩子，你想干嘛呀你？我没欺负他，我想跟他玩一会儿。玩什么呀你啊？你不是等会儿，你谁呀你？我是他监护人啊我。你的监，我还是我的监护人呢？得了吧你，无赖！哎，不，你把这话，我干嘛呀你把话说清楚，我怎么欺负他了？你没事给什么铃铛啊你？就是欺负他了，你还狡辩什么呀你？哎，这个臭小子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依然，你来了，好吗？我挺好的。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叫林天乐，是我的亲孙子。你呀，他呢是你刘奶奶，你记得吗？就您那闺蜜。对，她呀是他的孙女儿，叫依然。嗨，人家刚来，给人道歉，快点去。我给人道什么歉呀？啊，去。哎。啊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错了。啊。好了。啊，这是依恋，快叫奶奶。奶奶好。哎呦，真乖呀！来，你也得给人家道歉。孩子，我还道歉啊，快点。行，小美女，刚才对不起啊，不该欺负你。来，这铃儿送你了。哎呦，没事啊，有奶奶在呢啊。奶奶跟他说句话。哎，来。你这孩子太不像。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没事儿。您先说他俩的事儿。哦，好，咱们两家是世家，没有理由不互相照顾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家里头，你爸和你那小妈正怀着孩子，家里头太乱，我也顾不过来了。你那儿不是空着呢吗？就让他们俩住你那儿去。啊？我那儿？来，进来。依恋，别乱碰别人的东西，听没听见呀？别跑，小心摔倒了。那个，你别担心啊，我跟依恋就在这住几天，等过2天找到房子之后，我们立马就搬走。今天我也没想到奶奶会让我住到你家来，我以为她只是想见我一面呢。不过，谢谢你啊。既然我奶奶说了呢，住是肯定会让你们住的。但是我这人呢有一习惯，咱得把这规矩啊立在前头。第一，我这人呢平时喜欢安静，所以没必要说的话就别说。第二呢，好奇心别那么重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别看，别影响我的个人生活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，这屋里所有的东西不许换位置，最好也别碰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我刚说完，听见了吗？不碰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来，你们俩呢，就住这屋。好，卫生间在这儿。这卡你拿着。晚安。哇，好大！小点声。干嘛呀？天乐，天乐是你叫的吗？晚安。